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。是我讲台语，我是等小长。大家好，阿婷即马伫个草山的山路顶悬，即马伫个秋天，有一寡剪柳仔虫啊，因最爱伫个涂骹踅来踅去。啊，我今仔日要找即种叫做红圆色剪柳仔虫，也是红圆色剪菊仔。啊，毋过我今仔日第一只发现呢，来，咱来看卖啊。发现一下，你看我发现啥？今仔日第一只。已经去用到变去啊，变成肉干。要变去呀！因为因足喜伫涂骹爬来爬去啊，毋过因为遐有开路，啊，所以因出来活动的时阵，若伫咧涂骹爬有当啊，就拢会爬去路里，啊，就去互车到变去啊。伊的头前色是即种柑仔色，啊，佮有一点仔金金的感觉，啊，这是伊的后色，啊，伊的头、胸坎，啊，佮腹肚拢是乌色的。啊，若是伫个安全的状况之下，我会甲这虫的尸体刷去路边，因为安尼吼，若是有一寡鸟啊，是啥物其他的动物要来食，较袂为着要食这，佮去互车佮到一遍，变成第二道的意外。啊，迄个会当食。你袂当食，啊，毋过鸟仔因会食。你看，佮发现一只，第七只，第八只，第九只，第10只，第11只，12啊，第13只。好，你老公啊！因为做无简单啊，遇到，结果我一停好，伊就跋落去迄路边迄一个坎，啊，就落落去。吹掉。啊，这只真古水，这只足细只，这只就是红圆色剪柳仔虫，伊的喙足幼秀、足细支的，毋过嘛是足辣的哦。恁嘛袂想要去会加着。啊，咱家己等去树林内底。啊，除了昆虫以外，其实伫个路林嘛有足侪动物拢会去伫个路林去互刣死。像遮有一尾过山岛的幼蛇，啊，足细汉的。好，今仔日这是希望是上尾只第22只。啊，若是想要看即种剪菊仔的朋友，会当伫个秋天的时阵，去一寡海拔差不多700-800公尺以上的山顶，啊，就有机会咱看到伊。啊，毋过驶车、骑车拢爱较慢的哦，因为来到别人的厝，咱总是爱尊重因，啊嘛爱甲因保护。好，希望我等下落山，莫阁看到肉饼啊！你看我今仔穿这领，你敢有看过我穿这领？这领叫做大家讲客语，你敢我讲客语？袂晓。袂晓。我细汉无讲。你细汉无讲哦，啊咱来豆豆仔学好无？我甲你讲头仔迄剪菊仔伊的客语名讲好无？我有请教我的朋友哦。箭斗高。箭斗高就是剪菊仔，啊，咱嘛有一个名叫剪柳仔虫。今天我查我要去迄只。你要摕迄只哦？这只？我要开。你敢知这只是啥物做的？敢知？做的。哎呦，你若知伊怎做的？做这只剪菊仔的阿叔，伊嘛是客人哦。客人。你要互伊烧去倒？啊，无你烧来我的手。重要的啊，重要的。好，咱来留一个，这叫做剪菊仔、剪仔菇、剪柳仔虫、剪豆糕。后摆我带你去看，好不好？敢袂？好吼。好，安尼，甲大家拜拜。我想要
食香香的哦，伊无要食香香的啦。我会讲香香的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